教育部补助台南市4.3亿经费，兴建4间公立幼儿园以及1间非营利幼儿园，落实赖清德总统所主张的6岁以下国家甲你做伙市政策。因为摕回顾赖总统伫担任台南市长时首创的非营利、公共化甲准公共化幼儿园的概念，并伫行政院长任内推动成为全国政策，让幼儿教育软的体量能会当得到提升。非常感谢教育部国教署的补助，能够让我们赖总统那个时候在跟这个他所主张的6岁以下国家和你一起养。那其实赖总统在担任市长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首创这个非营利公共化、准公共化幼儿园，提出一些新的概念，配合中央的政策。后来他担任行政院长之后，就大力推动这个政策，成为全国的政策。那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幼儿教育在短时间内充实很多软体、硬体的量能。国民甲学前教育署副署长柯立关表示，为106年到现在，全国的幼儿园大约增加3700班，其中幼儿园也新开7300班左右，增加就学机会。为我们的小朋友多增加多一点的公共化教保服务的机会。那我们从106年到现在，我们与县市政府合作，我们大概增加了3700班左右，其中2岁班大概是1300班左右。那我们市政府这里全新的2岁班也高达100班以上哈。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有多一点的就学机会。那为了要给小朋友多一点的就学机会，这么多的班，事实上我们也盖了不少的幼儿园。那我们今天其实欢欢喜喜的揭牌，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新园所的新建完成以及落成使用。这次启用的5间幼儿园包含将军幼儿园、喜树国小附幼、嘉北国小附幼、成功国小附幼，其中将军幼儿园的前身是广山国小，环境优美并甲社区结合，家长接送便利。目前园内有幼幼班、小班、中班甲大班，总共照顾88名幼儿。台南市政府也将持续甲中央合作，全力打造负担得起，并给亲民而且具有高品质的幼儿教育环境，让家长会当安心工作，囡仔伫遮快乐学习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